迎接母亲节，来自文化里560位乡亲26号组织伫活动中心，家己动手体验难得的手工精油皂制作，感受过程当中迄款芳疗放松疏解压力。主办单位慈力时尚美学管理协会表示，因对枫叶开始所发展的精油皂愈来愈多元，到达已经成为社区魅力的一环。这次伫议员林美燕引荐来到文化里，甲大家结缘，除了推广保湿袂过敏的精油皂，互大家家己做，也准备爱心形状的康乃馨芳皂要来销送，相当特别。甚至会长嘛有体验行动科技美容，现场直接做面水当当，互大家提前度过温馨的母亲节。我第一届来做，感觉足欢喜。阁足趣味，安尼做着吼，心情就好。其实社区的活动都比较硬邦邦，有这种比较软的实力，比较美化的东西，带进我们社区。其实这个对社区来说是更正向的，然后社区更温暖。我们做了我们的爱心跟我们的康乃馨的精油皂，让我们的里民他们能够在第一次做这种手工皂的那种舒压的感觉。我们今天因为逢了母亲节，我们让他做的水当当以外呢，让他觉得说我们在做这种科技美容，来社区里面最让他们觉得有兴趣的当中。从兴趣当中再去做一些我们的一些手作的活动。为了感受手工精油皂的吸引力甲社区的热情，议员林美燕服务处嘛家己协办行列，互亲子伫假日透过手做精油皂来享受。囡仔嘛知影送互妈妈成为母亲节礼物，表达好心。在做什么？他做香皂。做出来要送给谁？妈妈。为什么？因为母亲节可以教小朋友就是使用工具，然后注意安全，然后也可以做一些精油，然后让他们洗澡比较舒服、比较放松，然后小朋友也很开心。社区的妈妈啦，还有爸爸啦，一些老人家，他们动手也是非常棒啦。那手工皂上，我是觉得应该值得去推广的。5月11号就是母亲节，社区活动嘛提前为你来妈妈准备这么有质感甲意义的母亲节礼物。母亲节快乐！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